那为什么没有培养？对啊，都长那么小。没有想过，因为他真的太就是我敢去想，我觉得。我在不管你穿 Gucci 还是 LV， 开着 Lamborghini 还是 Ferrari， 根本看不起你，别来跟我作对。我要开着玛莎拉蒂，在我老背，坐着私人飞机，带我妈出去，等我有点证明。Hey, that's I don't really care。I don't want to 踩上这一滩浑水，不是你的道理就永远算对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不如不多想，都有各自精彩，让人沉醉。I don't want to 就在愚蠢世之间，过时的泡芙，勇敢跑掉不卑，只想拿着麦克风大声唱响，活出自己人生的宽慰。我才不管你穿 Gucci 还是 LV， 开着 Lamborghini 还是 Ferrari， 根本看不起你，别来跟我作对。对，其实，在专辑里面那个《爱上了一个女孩》那首歌，就是写给正在追想，对，追多久了？哇哦，追了很久，没还好啦，不大半年多吧。所以半年还没追到。把我的剑拔出来，还在追，还在互相认识。那你怎么知道这首歌是写给他？知道。没有感觉吗？你知道这首歌写给他，你唱给他听，他没有感觉。他其实就应该是有啦，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就是现在是变熟的阶段吧，就是所以他当时听到就也是很感动，然后昨天他也有跟我讲电话，然后就说跟我说今天加油。对方是哪一种型？可以形容一下，用明星来形容，比较像哪一种？哇其实蛮像的，就是对蛮难追吗？我觉得蛮难追，他是对，我差点讲出来，对啊，蛮难追的。对，就是算是家里人认识，然后就从小对，算是，然后那时候青梅竹马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对。然后那时候就因为刚好同一个乐器，所以之前就一起比赛，然后之前有一起到就是家里面互相吃饭聚餐。那为什么没有培养？对啊，都长那么小。还是其实有？没有，真的没有想过，因为他真的太就是我敢去想，我觉得就是对，就是可能会觉得说他哇就很漂亮，然后就是他毕竟就是还是现在很红啊，或是他就真的是比较。可你们认识的时候，他没有。对啊，你们很小，就小时候就认识。有偷牵过他手吗？小时候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